度5萬首期2000嘅月供，總價咧60零萬，你就可以上車呢度嘅精裝屋苑啦。先睇下呢度樓下嘅配套，樓下就有俾業主享用嘅直通巴士，可以去到香港口岸。隔離就有一個巴士站，巴士站隔離咧就係商業一條街，商業街嘅對面就係超市啦。咁樣嘅配套咧，你滿意未啊？屋苑附近5分鐘內就有中山出名嘅鴉髻山，呢個地方咧專門盛產菠蘿，仲吸引咗唔少遊客過嚟㗎。如果你哋週末得閒嘅話咧，都可以過嚟呢邊爬山摘下菠蘿。社區咧係8000戶嘅成熟大盤，咁呢度咧超80%嘅業主都係港澳人士，超高綠化14萬平方米嘅公園式園林。落樓咧就係泳池、兒童樂園、老年活動區，全年階段嘅生活真係好方便。先嚟睇下呢套98方嘅3房2衛嘅格局。先睇下廚房，廚房你見到嘅推拉門啦、3件套櫥櫃全部都係交付俾你嘅，到時你買啲家私家電就可以入住啦。再睇翻我哋嘅陽台，陽台咧佢咧係正朝南嘅方向嚟嘅。餐客廳一體化，呢度咧冇開燈嘅情況下咧，採光通風都係非常之好㗎。呢個戶型有2個衛生間，衛生間咧空間佢都好闊落。再睇下啲房，咁呢2個咧係客房，有冇發現咧空間都係好大啊？最入邊就係主人房，相當於套間配埋一個獨立衛生間。主人房嘅採光通風咧都好 OK 嘅，望出去咧仲係一望無際嘅景觀。中意呢套屋苑嘅評論區留言俾我，JoJo send更多資料俾你。